安全了吧？哼，安全？怎么可能？啊？为什么？确实不可能安全。只要跟我在一起的话，啊，锦，我们还是在这里分开吧。你说什么呢，紫檀？现在的我就是一个活靶子，很快就会有很多参赛者赶过来的。跟我在一起只会连累你们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些话？咱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，你觉得我会因为这个就放弃你吗？我知道你不会，锦。可是，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任何人了。我本来就是最没用的那个，根本没有资格让别人替我牺牲，连那个人都……哪个人啊？紫檀，不要自暴自弃了。哦，对了，之前你不是说你已经想好了自己的愿望吗？你不想赢得比赛去实现它了吗？我的愿望？没错，锦，我死了不要紧，但这个愿望一定要实现才行。比起我，你才是更有希望实现它的人。哎，我？是的，锦，我希望你能帮我实现那个愿望，那就是……注意，有人来了！你们是谁？你又是谁啊？啊！你们是来抓我的？哎，不是吗？哎，弄错了。锦，他是另一个被公布分数和位置的参赛者，分数排是1分的安利杰。这样啊，原来不是敌人啊，那就好。笨蛋！哎，干嘛？你傻吗？也不看看他的分数。他的分数不是说是1分吗？紫檀是3分，他是1分，难道说……你总算明白了，这次上面同时公布了这2个人的分数，不只是让其他参赛者打败他们，也是在鼓励他们2个人互相竞争。怎么这样啊？啊！别担心，别担心，我没有打算要抢谁的分数啊。毕竟，互相争斗是不好的。这样啊，那就好。哎呀，这玩意儿坏掉了，是你太蠢了，笨蛋！不对，空口白话的，我们才不会轻易相信你呢。真的呀，因为就算不抢别人的积分，也是可以通过这次比赛的。真的吗？还有这种操作啊？别大意，锦，怎么会有天上掉馅饼这种事？不，关于这一点，他倒是没说错。什么？真的吗，罗德利？真有这种好事啊？别摇了，笨蛋！太好了，终于有人肯相信我了。之前不管我怎么说，其他人都不肯相信我呢。其他人？就是在后面一直追着我的人呀。突然就打过来了，也不肯听我说话，接着又互相打起来，真是让人搞不懂呢。让人搞不懂的是你吧？这几个人没见过呢。等心，这边的几个大概是冲着紫檀家的小子来的。啊？他们是来追安利杰的，他们是来追紫檀的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也就是说，这边的人都是3分，这边的人都是1分，对吧？哎，我又算错了吗？不，没算错。你小子还真是随口就说出了相当不得了的事情。他说的没错，与其争夺只有一只的猎物，要合作嘛，咱们一起拿下对面。对面也肯定是这么想的。
上围墙。天哪，他们动手了！干翻他们！快走！到这里算安全了吧？虽然只是暂时的。凯莉，呀，你们两个又欠我一次人情了。凯莉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这次比赛这么危险，我一直都很担心你呢。哼，瞎操心！你以为这种程度难得住我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就先不提你捡的这个奇怪玩意儿。谁是奇怪的玩意儿？小丫头，我可是……这家伙又是谁呀？啊，安丽姐，你还在啊？你干嘛？迷失的人，啊？你的灵魂深处充满了冰冷和黑暗。喂，你在对我这么粉嫩可爱的少女说什么呀？需要指引的迷途之人，跟着我一起走向希望吧，希望会给我们指引道路。你吃错药了吗？真是笑死我了！什么祈祷，什么救赎？我说你啊，与其指望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，还不如直接归把我凯莉小姐。原来如此，比起信仰，你更加缺少和渴望的是别人的关注和关爱吗？真可怜呢。话挺多的，你以为自己是谁？故意来找我茬吗？还是找死？等一等，为什么你们突然就打起来了？金，我讨厌这个家伙，赶快让他滚蛋，不然，哼！喂，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啊？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另一个战场，我可帮不了你。等一下，凯莉、安丽姐，现在不是闹内讧的时候。哼，内讧，和自己人闹那才叫内讧。对这种来历不明的家伙，你们就一点也不怀疑他吗？啊，来历不明的家伙？不会吧？安丽姐她看上去也不像是坏人啊。哦，那你是说我看起来更像坏人喽？我可没这么说。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是吧？那个，放心吧，你们都不像坏人。没错，坏人怎么看都该像我们这样的才对。竟然能挑动那些笨蛋自相矛盾，也算你们有点智慧。但是，别以为谁都会中你们的小伎俩。
哼，我最恨别人对我耍小心眼儿。现在只要乖乖把那个1分的小姑娘交出来，其他人就可以安心离开了。哦，没问题，请吧，请吧。喂，凯莉！哎，这和我们说好的不一样啊！还有我要的2分呢！哎呀，说你几次了，多摆造型，少说话，动脑子和讲话都交给我来。难道你看不出来，我正在用计谋来分化瓦解他们的斗志吗？我哪知道你们这些聪明人都怎么想的？算了，不过是几个乳臭未干的小鬼，就算不用计谋，全部抓起来慢慢折磨，一样能把他们的分数牌都拷问出来。这个好，简单粗暴，那就快动手吧！等等，啊？怎么了？事到如今才想求饶吗？不，我只是想说清楚你们犯了几个错误。什么错误？第一，人蠢就要认，别出来耍笨，明明笨得跟只鸡一样，还说什么计谋用脑，我听得都快尴尬死了，好不好？他在说谁呢？哎，干嘛把我也扯上啊？第二，长得丑就不要随便出来吓人。本来遇到了一个冷冰冰的丑女就各种不爽，现在看到你们，本小姐的心情越发不美丽。这个后果很严重的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他在骂我丑，我最恨别人骂我丑了。第三，你们以为自己就算是坏人了吗？哼，正好，就让本小姐来教教你们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坏人。